妈，我有件事情向你俩宣布一下。明天呢，我带你们俩去见亲家。啊？这么快呀？好啊，好啊。怎么着，老韩，你有意见吗？你结婚又不是我跟你妈又要结婚，我有意见重要吗？啊？那行，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不过我得提前给你们打个预防针啊。初瑶的妈妈患有 PTSD，有时候呢记不清人。PTSD 是什么呀？她的学名叫什么来着？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什么？就是这个妈，就是当年啊，黎初瑶她的亲弟弟黎初晨离世的时候，阿姨把李洛书当成了黎初晨，后来呢又把我认成了李洛书，就是这个样子，这也没办法，所以明天咱们见面的时候，你们俩得配合好啊，咱得演一出戏。你呢，李妈妈，李妈妈，你是李爸爸，后爸，亲爸死了。小子，你说什么呢？啊，你才死了呢！有这么咒你爸死的吗？你个乌鸦嘴！你会说话吗你？我不死也得让你气死！你不愿意就不愿意嘛，你干嘛发那么大火嘛？哎呀，你知道儿子他也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为了儿子的幸福，那后爸就后爸呗。这不是后爸不后爸，你看他整天不务正业的啊，干点什么事儿都得咱俩在后面给他擦屁股，他才可以这么为所欲为。哎，你说哪天要是我真不在这个世界上，啊呸！你为什么总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呀？哎呀，要我说吧，初瑶呢，要长相有长相，要学历有学历，关键是儿子他喜欢啊。可初瑶他妈那种状况，又不是初瑶能决定得了的，是吧？所以呢，你就当做善事，成人之美嘛，啊，做个大善人呗。后爸，赶紧给爸爸赔个不是。爸爸，刚才是我说话不好听，我祝您老寿比南山，福如长命百岁。爸，这事儿我是太着急了，但是我也不能骗您，是不是？我得实话实说。再说了，初瑶在公司的表现你也看到了，这辈子我只喜欢黎初瑶，如果要是娶不到黎初瑶的话，我谁都不娶。哎呀，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你爸呀，其实早就想抱孙子了。那涵，儿子都说成这样了，就点个头吧。行吧，你老子我这回就喝出来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么办。但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妈，是她想抱孙子，啊！不过我告诉你小子，事成之后，你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爸爸，您说。是这样的，你去问一下舒瑶有没有护照啊？我是想让你们俩出国旅游结婚，不要在国内搞那种铺张浪费、华而不实的婚礼。我跟你妈也一起去啊，能答应吗？ OK， 主要啊是为了让你妈跟初瑶啊加深一下感情。我对，初瑶啊，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其实蛮可怜的。接触这段时间，我发现初瑶真是个好孩子。你小子可得对人家好。哎呀，爸，那肯定的，不用你说我都知道，我肯定会好好对初瑶的。当然，我会更好的对你们俩的。嬉皮笑脸。 行吧，行，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哎，你看着办吧。对了，后爸是吧？后爸就后爸。谢谢后爸。儿子呀，那我说呀，这事儿也不能怪你爸。你想啊，初瑶她跟我们家完全门不当户不对，那都是因为你喜欢初瑶，我们就认了。可是，关键。 他们还想让你装别人，这得多委屈呀！哎呀，妈，那个初瑶的妈妈吧，
就是这个情况，也没有别的办法。我觉得呀，你爸出的这个主意挺好的。这样吧，咱们给他们家一笔钱，让他爸妈在国内待着，养老养病。你们呢，就出国去发展。如果他们需要钱的时候，我们就给他钱，他们也不拖累你们，这样皆大欢喜，咋样？谢谢妈妈。老姨呀，这个差点忘了。快点儿！哎呦，爸妈，你们这是去登山还是去荒野求生啊？年轻人，你不懂，这都是山上必备的东西啊！你看看这个啊，就这个水壶，军用级别的，怎么摔都摔不烂。又行了，哎，我得让你看看这个拐棍儿啊，托人从外面买的，可厉害了，这爬山，你看。登山杖。行，我老土，行了吧？嘿，真是的。看看这个锁钩啊，你妈要是走不动了，我把它拴我裤腰上拉一去。我怎么听着这么帅呀？行啊，那一会儿登山我就靠你们二老了。啊，好说好说，有困难找警察叔叔嘛。喂，爸，我已经到楼下了，你和叔叔阿姨下来吧。哦，好。洛叔已经到外面了，我们出去吧。这帽子，我告诉你啊，你涂防晒霜了没有啊？外边有太阳。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呀，我牵着马。牵着马，你拍我干什么呀？我又现在爬山坡，嘿。你能不能唱个精神点的？不是一会儿，哎，这人还开不知道开哪儿你专心开车吧。别说人，我说唱着唱真挺好。抽我！不跟他较劲啊，咱们好好开咱们的，真是。放心吧。开纸汽车，我一般安全第一。我一般自己开车的时候吧，特别野，但车里有人的时候就特别稳。就知道。不着急。那不着急。没事。好。哎呀，阿姨慢点。没事，你们放心。今天玩的尽兴吧，妈？尽兴。你看人洛叔啊，把那些景点儿啊、休息的地方啊，都查得一清二楚的哈。咱们一点冤枉路都没走哈。没有，就是洛叔啊，今天你是辛苦了啊。哎呀，叔叔阿姨，你们俩就别客气了，只要您二老开心，我就高兴。咱们爬山也爬累了，我在山脚下订了一家餐厅，咱们去补充能量。好。哎，当然说好了啊，叔叔请客啊。怎么可能呢？你别管了，叔叔。哎呦，说定了，叔叔请就是叔叔请。哎呀，没事儿。好，走吧，没事，好，交给我了。哎，你们腿都不疼吗？哎呦，真是老了哈。嗨。我说你瞎溜达什么呀？不就是相个亲吗？看你紧张的。哎呦，这可关系到我儿子的终身大事，我这当妈的能不紧张吗？哼，八字还没一撇呢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呀，咱们得好好的配合儿子，当好你这个后爸。你这是随便点吃点，他。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爸妈，这两位是初瑶的父母啊。哎，你们好。哎，你们好。怎么回事啊？见家长啊。那个，爸妈，这个是洛叔给你们的惊喜啊！这不我俩也在一起挺久了嘛，所以安排你们互相见个面。你说你这孩子这，
也提前不打声招呼，这什么都没准备，还穿得这么随意，哎，实在不好意思啊，没事，挺好，挺好的。没事，阿姨，就随便吃个便饭，穿随意点正好。是。这个坐吧，坐，请坐。好，坐。来，上菜。坐吧。这小子平常对咱们都没那么坐。哎，好，注意坐啊。坐，马上来。你还是拒绝我了，没关系，我还有点别的事情想要跟你聊一聊。什么事啊？首先，作为丹丹的哥哥，我想先向你道个歉，是他害得你住了院，真是对不住啊。没事，他也是不知道。丹丹喜欢你，你知道吧？他喜欢的是初晨吧？丹丹喜欢初晨那是小时候的事情，但是现在他真的只喜欢你。但我不喜欢丹丹，这你心里应该也清楚。我明白，你心里一直有个别人。洛叔，作为朋友，我希望你可以去表达你自己的这份感情，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你用尽全力争取过，这样你以后不会后悔。啊，作为丹丹的哥哥，我也是有一点点私心的。你要是跟那个人成了，我也好让丹丹死心，去过她自己的生活。如果要是不成，丹丹最起码还能看到一点点希望。我说，爱情是藏不住的，你现在硬要把它藏起来，你只会失去更多的机会，让自己更加难过。你没试过，你不觉得可惜吗？来，吃菜啊！哎，好。洛叔妈妈，你们俩什么时候再婚的呀？我们那个，同志，第一次见面你就问，哦，他性子直，不好意思啊，没事。应该的，应该问。这个两家人既然坐在一起，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对。啊，这起码是一种尊重啊，对吧？你看，我跟洛叔妈妈几年前吧。对。哦，但是我作为洛叔的继父，因为工作很忙啊，对洛叔照顾不够，这一点呢，我很惭愧。您这么说就太谦虚了。洛叔跟我们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人家说了，他继父对他可好了，是不是啊，洛叔？是的，继父。啊，爸爸。你看多好。李洛叔也跟我们说啊，说您二老啊，对他也照顾得非常好。那都是应该的。孩子懂事儿，要谢谢你们啊！来，不客气。孩子懂事儿啊，来，谢谢。都喝了。多吃点菜，初瑶多吃点啊！吃菜，对。来，初瑶多吃点啊！好。来。哎，别动！洛叔妈妈啊，洛叔不能吃鸡蛋的。对。鸡蛋过敏。啊，是，我这是给他爸夹的，你吃。不是洛叔妈妈，这咱们做家长的呀，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咱们一个疏忽啊，遭罪的是孩子。啊，对。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洛叔。没事，妈。哎呀，可瞧你紧张的，你都忘了是吧？所以两家人在一起啊，一定要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对吧？李洛叔呢，之前
的确是对鸡蛋是过敏的。但是自从我成为了李洛书的爸爸，我是不允许这个事情再这么走下去的。所以呢，我把洛书带到了国外，进行了脱敏治疗。现在李洛书对鸡蛋已经不过敏了。哎呦，啊，对对对，不过敏了。阿姨，你看我都忘了，我能吃，你看我给你吃一个，没事儿。不过敏啦，你看，真的没事儿了啊。现在医学发达了，这都是小毛病了。是啊，那你看我这还一惊一乍的，这又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啊，他这个病啊没问题啊，就像您啊。您肯定平常也不上网，也不看电视啊也不看新闻吧？哎所以对这方面呢，肯定不太了解。对对对，这洛书的病现在不是事。哦，哎呀，我这上年纪吧，这书啊、报纸啊，早都不看了。哎呀，这确实是落伍了。没有。哎呀，不好意思，你说我这还一惊一乍的，不好意思啊。来，喝酒啊！谢谢啊。没有，应该的，应该的。很开心啊。没了，儿子。啊，没事。吃饭了吗？哎，真好。吃菜吗？哎，好。吃饱了再聊天。哎，你也多吃点啊。你这个后爹今天在亲家面前表现的可以啊。找什么呢？啊？护照呢？咱们家的护照你放哪了？找护照干嘛呀？哎呀，你快给我，快给我！啊，在这儿呢。哎呀，我得看看子墨的护照过期了没有。要过期了，这个签证还办不了，还得重新办，还得等着这。你着什么急呀？就算他们要旅行结婚，咱不也得规划规划吗？比如说去哪个国家，走什么样的路线。哎呀，你不懂。我不懂，你都懂，行了吧？哎呀，就是离家这个家庭状况吧，让我觉得特别不放心。见我还算正常，可你看他爸紧张兮兮的，好像我要把他妈怎么样一样的。哼，遇上这样的亲家呀，我也是够了。我看你也是够了，人家俩回头又不跟你在一起过日子，你操那个闲心干什么？哎呀，我就是放心不下嘛。你说呢？咱们要是走了，给他们留多少钱合适啊？不行，我得去提醒一下子墨，他们家的钱呀，不能交给楚瑶管，得我替他把着。你累不累啊？你累不累？咱能走一步看一步吗？你知道回头是什么情况吗？你就在这儿。哎，你什么态度呀？我什么态度？我的意思你好烦呐，知道吗？你有病吧？你快跟我说说，回去之后叔叔阿姨说了什么了？你想听什么呀？你知道吗？今天我看到韩总的时候，吓我一身冷汗。我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你之前那么生我气，不过这一次啊，我给我爸妈做足了功课，阿姨还挺高兴的吧？子墨啊，我要谢谢你，还有你爸妈，为了我妈的病，你们今天辛苦了。楚瑶，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这些还远远不够。我只是希望让你能够看到我的诚意。对了，楚瑶，你现在能来咱们酒吧天台吗？现在啊？对，就现在。我等你啊。爸妈，楚
晨回来了。哎，你怎么今天回来了呀？啊，今天晚上不准走了啊。行。我姐在吗？她跟洛叔出去了，说是一会儿就回来。哦。找你姐有事儿啊？啊，有急事打电话给她，让她回来呗。打什么电话？等她回来一块儿说不完了吗？来来来，快进来，跟爸妈一块儿聊聊天啊。怎么样啊，在学校里啊？挺好的。住的还习惯啊？人多热闹。人多热闹，以后没事儿你就经常回来啊！你这都好几天没见着你人了，啊，怪想你的。别动！哎，先别动，先别动，初瑶你别动啊！啊，别动，别动。舒瑶，舒瑶，能够遇到你，是我这小半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如果有更幸福的，那就是有幸能跟你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彻彻底底的离不开你了。可能不能给你最好的，但我希望把我更好的给你。请你相信我，孩子莫，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未来和你的家庭的。嫁给我吧，思瑶。好，不愿意。你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哎，你刚刚看见韩子墨那戒指了没？啊？那么大，得有3、4克拉吧？啊。看看人家初瑶，再看看我，哎，差距怎么这么大呀？说吧，你想要什么？再不包就不要了，你给我换个大点的。
这个你要大的，你自己去买一个不就完了吗？不行，自己买戒指像什么话？哪有自己买钻戒的道理啊？我就要你送我的。嗨，反正这大的呀，我是买不起。你要呢，你就问别人要去。你老公我呀，没钱给你买那种虚头巴脑的东西。秦云，我要你有何用？哎，你别这样啊！走了。姐，爸妈呢？啊，睡了。哦，那我也先回去睡了啊。姐，我有话想和你说。李舒瑶，我喜欢你。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在你幕后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我知道，你知道？你喝醉酒的那次，就把什么都跟我说了。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因为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可是我又不想失去你。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多一些。我糊涂了，我真的糊涂了，我真的是糊涂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我曾经也有和你一样的顾虑，可现在我不希望因为这些顾虑，就让我们彼此后悔一辈子。所以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今天都必须说出口，我爱你。罗叔，我们没可能了。是吗？我答应子墨的求婚了。你不是说要再等一等吗？我之前说要考虑，是觉得他太草率了。但是我慢慢发现了他的用心，而且他的爸妈也可以包容我们的家庭，所以我觉得子墨挺好的。爱过的人现在应该都很好，记忆它如诗如画的线条，镌刻出某段青春的嘹亮。我害怕知道，又很想知道，还是做回姐弟吧。行不？
这的你应该都知道，你从未缺席过那些美好。原来你才是我一直珍惜的美妙。我答应了你，就会一直都。我上班去了啊，妈。哎，舒瑶，这个初晨昨天晚上不是回来了吗？怎么没在屋里呀？哦，昨天晚上我们俩聊了几句，他就回学校了。回学校了？昨天晚上那么晚回来，又回去了？这学习有那么紧张吗？啊？哎，是不是你两个惹他不高兴了？我们，不行，我得去学校找他问问。哎呀，这孩子怎么？妈，他这么大人了，能有什么事啊？我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吧。什么好消息啊？洛叔跟我求婚了。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昨天。哎呦，这可真是好消息呀！啊，这个戒指挺贵的吧？哎，李杰同志啊，俗了啊！重点是人家孩子对咱们闺女上心。你这怎么不领会精神呢？你啊，我这不是高兴呢吗？哎，那既然这事儿都定了，婚期什么时候啊？早着呢，妈。什么叫还早着呢？我跟你说，这结婚啊有好多要操持的事儿呢啊，都得提早准备，知道吧？对。行了，那你俩赶紧上班去吧啊，好好赚钱。我就在家琢磨琢磨初瑶这结婚的事儿啊。好，哎李杰同志啊，这个事儿是咱们家现在的重中之重啊，你好好想想。行，哎，注意安全啊！哎。那这事儿我得去告诉楚晨。楚瑶，你跟洛叔昨天晚上说什么？我告诉他我要结婚了。好，说开了好。那他会不会？我不知道，但我必须要告诉他。说出来是对的。哎呀，我还是有点担心这小子。回头我找个时间得看看他去。哎喂，丹丹啊，我是那个初晨妈妈，啊，是这样的啊，我有点事儿想麻烦你，你能不能来我们家一趟啊？哎，行，那阿姨谢谢你啊。谁啊？洛叔，爸，您怎么来了？
怎么不欢迎爸呀？不，没有。您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几十年老警察了，想找个人还不容易。嘿嘿，怎么就打算让爸在这站着？进吧。啊，这是厨房啊。啊，平时做饭吗？我一个人，平时就叫外卖了。总叫外卖不行，那玩意油大，对身体不好啊。这是卧室。嗯。房子还行，就是简陋了点啊，没有家方便，是吧？爸啊，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我就是过来看看你。真没事儿。是这样，你姐现在不是啊，我知道，韩诺跟他求婚，他答应了。你妈呀，现在我妈最近身体不错吧？罗叔啊，爸的意思是，您到底想说什么呀？哎，丹丹来了，阿姨，哎，您这么着急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啊，丹丹，阿姨最近这心里呀，她总是七上八下的，我放心不下出尘。可是你说我这年纪大了，这不太会认路。哎，你能不能带着阿姨去出尘那学校，我去看看她去？行啊，阿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行，您先坐一会儿，然后我带您去啊。哎，好嘞，好嘞。你姐不是要出嫁了吗？要离开家了。你妈现在这个心情啊，道没着没落了，总跟我叨咕着要去找你去。她都准备去。爸，我接个电话。喂，你等一下，我马上到。有事儿了？我妈要去学校找我。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哎，这是，哎呀，说着说着就来了。韩总，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商议的吗？没什么事，今天要不先到这儿吧？啊，散会吧。哎，朝阳，你留一下，来坐。哎，韩总，您还好吧？没事。哎呀，没事。我说初瑶啊，这都一家人了，还这么生分，你什么时候能跟那臭小子一样喊我声爸爸呀？啊？害羞了。李杰，李杰，哎，回来啦？啊，看上了没有啊？还是丹丹面子大，这一个电话两个人都回来了。啊？你不上班，你回来干什么呀？昨天怎么样？啊？你妈妈开心吗？啊，我表现的怎么样？挺好的。说起来，我还应该谢谢您呢。
没想到您这么全力的配合我妈。这还说什么呀？这不都一家人了吗？你说说我这么多年啊，除了工作之外，这人脉方面大把大把的。你说这个医院这块，上至最好的医生，下至最好的护工，在我这儿都没有问题。所以你跟我千万别客气，我们以为您身体不舒服呢。对，初晨给我打的电话，哎，急得我这是。丹丹，看着没有，这是你的功劳啊！你要不给这小子打电话，从昨天晚上一溜烟就没了，我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去哪儿了呀？对了，楚瑶，我还有一个不太成熟的一个想法，我想跟你呀先通通气。是这样的，你看咱们龙翔资本这么多年，虽然一直在发展，但是在国内呢，我看也就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一直想去开拓一下国外的市场。但是我现在这个岁数精力自己也觉得恐怕不太现实。但是我不愿意放弃所以我想先带着子墨出去看看，如果可以的话，先把分公司开起来当然，其实也是为了你们俩，所以到时候还希望你能出去帮一下子墨。韩总，没想到您这么器重我。但是我家里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你家里的事情我当然知道，所以你也别着急，别紧张我也是这么说一下，你呢，你回去想一想，怎么样？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肯定是出去玩去了。你这心都野了。哎，你别跟我说你去学校去学习去了我没见过谁这大半夜里往学校跑去用功去。跟你说正事儿你姐马上这就要结婚了，你到时候你得回来帮帮我我也没结过婚，我能帮什么呀？你这孩子，你这酒店不得订这请柬不得写呀，是不是？你姐那同学谁当伴娘谁当伴郎，要不要给人准备礼品这是不都得操心的吗？阿姨，我可以来帮忙。真的？那可太好了你看人丹丹多懂事儿，你这个当弟弟的你得上心也不知道人家洛书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想的他们要说办什么现在那新的西式婚礼是不是？哎呦，那我可真是两眼一抹黑，我这什么都不懂。李杰同志，时间还早着呢，提前这么早你就操这么多心干什么呀？你一说我操心，我这火就不打一处来，你知道吗，老黎？这又冲我来了。我其他的事儿我能不操心，这闺女结婚这事儿我还不操心这女孩子一辈子就这么一回，我不操心谁操？对呀，你这个当爹的你怎么不操心呢？韩总，吴总，你尽快做一份互助社交的财务报表出来。韩总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离之前龙翔董事会的预期还差一段距离，所以你做项目做傻了是吧？你给我这玩诚信经营呢？粉饰一下吧，把下载量做上去不就完了吗？你想增加多少？增加到我可以在龙翔把我的股份高价卖出去的份上。吴总，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了吗？好，我明白。尽快。
初晨，初晨，初晨，初晨。你怎么也没睡啊？睡不着。你妈呀，跟我叨叨了一晚上，非逼着我让你弟弟搬回来住，还要让他操持你的婚礼。那你怎么说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我一想起你弟弟那个小样儿，我就想起来从小到大对咱们家的付出。你说，你让我怎么跟孩子张这个口？咱们还是想办法，先尽量拖着吧。爸知道，你们都大了，会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会有自己的生活要过。而最近呢，爸总想起咱们以前一家4口在一起，欢欢乐乐、无忧无虑的日子，真好。想也没用啊，走一步看一步吧。哎呀，太晚了，你也早点休息啊。嗯。喂，姐。罗叔，今天谢谢你能回来啊。没事，应该的。爸都跟我说了，你以后要是有什么顾虑，你就告诉我，我也不想让你为难。咱们这个家，妈不能没有初晨。我知道。那以后咱们还是一家人。好。谢谢你。不客气。
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哦，洛叔要搬回来住了，我买点他喜欢吃的。他怎么又回来了？我妈舍不得他，软磨硬泡的把他给磨回来了。初瑶，要不然咱们搬出去住吧？搬出去？你看，咱们反正也快结婚了，要不先把婚房买了，咱们就装修，装修好了就搬进去，怎么样？行吧，那我们先看看呗，如果有合适的再商量。当当，你们两个来了？对啊，什么时候到的？今儿刚回来。你进来啊。你这什么情况啊？又要搬走啊？是啊，家里还需要我。我就说嘛，这么多年感情，你拔个萝卜还能带出点泥呢，还说放弃就放弃啊？哎，那你们两个这回还走吗？当然不走了。那证据呢？怎么样？别提了，我本来马上就要拿到证据了，结果让华阳那小子给我搅和黄了。他现在是彻底投靠欧亚军。唉，像他这种背信弃义的小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算了，不说他了。正好你们两个在，我有个新计划。新计划？楚瑶，刚才那套房子你还不满意吗？咱俩前前后后都跑1天了，腿都快跑断了。我再看看吧。落地窗、小夜城，不都是你喜欢的吗？对呀，姐。还有啊，这房子啊，黄金地段，地铁学区，优美公园左右相拥，它已经是我经手过的房子当中最好的房源了。它结合了所有的优点，规避掉所有的缺点，它就是经典啊！你们听，现在已经有很多房子开始装修了。啊，我们再看看吧。如果实在再没有好的，我们再商量这一套。OK， 听老婆大人的。哎，兄弟，除了这几套，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推荐的？我再看看。现在这还有最后一套，不过那边可没有这么好看的景观啊，你们两位要去看看吗？看，好，这边看。吃早饭了。饭好了，快过来吃了。我跟你说话呢，我都叫你多少遍了，喊你去吃饭。哎呀，我跟我们主管说工作的事儿，你快还我。怎么啊？全银行没了你就开不了门了是吧？就你最忙，你这么忙，那怎么不见这主管给你多加一份工资啊？你能不能别大清早的就吵架呀？你以为我愿意吵啊？你每天就知道忙，全公司就你最忙，忙到最后呢，那钱去哪儿了啊？这家里的房贷开销还不都是由我一个人来负责？那是不是我辞了职回家供着你，你就高兴了？行了，你辞啊，你敢吗？在这忽悠谁呢？那我辞了。好啊，你辞啊，秦云，有本事啊，你今天就得像个爷们儿一样，今天就给我去辞。好，你给我等着。等着就等着。你等着。我就等着。好笑。怎么，我们就定这间？就这儿了。行，只要是你喜欢的，咱们定哪都一样。那我们就早点装修，早点装完以后嘛，可以早点进去住。嗯，有远见，
高瞻远瞩，有品位，有眼光，太好了。这个房子的房间够多，亲戚朋友来了都可以住。再说了，它的地理位置好，离你们家和我们家都近，到时候照顾我父母、照顾你父母都比较方便。你连我爸妈都考虑进去了？笨蛋，你最近照顾我妈那么辛苦，我都知道的。我的家人重要，你的家人也一样重要啊。舒瑶，没想到你想的这么周到，真好。李舒瑶，我喜欢你。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在你幕后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我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可是我又不想失去你，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多一些。洛叔，我们没可能了，我们还是做回姐弟吧。你喜欢过我吗？一想到以后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个人就是你，我恨不得现在就要搬进去。你先回去吧。啊？为什么呀？不是说好了跟你爸妈一起商量房子的事情吗？还是不喜欢装修风格？要不然我们改一下也行。今天有点不方便。怎么偏偏今天回来呢？哎，我知道，不能吃你们家人的醋，赶快给你递进去吧。哎，走了，贝贝，真走了？嗯。洛叔，你怎么不进去啊？你要是还是觉得不舒服的话，我可以再跟爸想办法的。要不你先进去跟妈打个招呼，然后你再走。没事，走吧。老黎呀，你快出来，帮我把那个抽尘的这个被子啊给它晾上。哎，大热天儿你这瞎忙活什么呀？这你给我来吧。什么叫瞎忙活呀？啊，儿子在外边住了那么长时间，好不容易回家来，我不得给他是吧收拾的舒舒服服的啊？你提醒我了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这被子盖着太厚了。哎，拿着，我去给他找床宝子去。爸妈，我们回来了。回来啦！妈，你怎么也这么早就回来啦？姨姐去接你啦。啊，恰巧碰上。这回来好，回来就好，还是家里边方便。哎，这次回来之后不准再出去住了，听到没有啊？楚瑶啊，帮你弟弟把这行李拿到他屋里去啊。哦，好。我来吧。哎，不用，你让你姐姐帮你拿过来，赶紧过来。
跟妈说说你这段时间啊，在学校里生活怎么样啊？啊，挺好的，哈哈，也不知道想家。爸，我们这次让洛叔回来，会不会太自私了呀？爸明白你的意思，关键是你妈现在这个情况。初瑶，初瑶，哎，来，你坐你弟弟这儿，你把你们那个新房子什么户型啊、位置啊，拿照片给你弟弟看看，让他给你参谋参谋啊。不合适啊，咱们赶紧换。哎，坐这儿。定金都交了，换也来不及了。哦，哎，不是还有装修呢吗？对了，你今天是不是跟那个洛叔去找装修公司去了？谈的怎么样啊？啊，定了，就是图纸还没出来呢，到时候出来了我拿给你们看。哎，我还给你跟爸装修了一间房间呢。是吗？哎，那你弟弟呢？到时候我们一家人过去看你，那你弟弟不能睡沙发呀，是不是？啊。哎，李杰同志啊，人家小两口过日子，怎么咱们一大家子还老去啊？啊，真拿自己不当外人了。那怎么了？毕竟是我闺女啊，结了婚了就不认爸妈跟弟弟了，没这道理啊。哎，所以说啊，这个初晨啊，有时间还是得帮你姐姐去参谋参谋啊。我听说现在那装修公司啊，门道可多了，多的要一不留神，你说哪儿不注意，住进去哪儿都是毛病。你孩子他现在哪有时间呢？儿子现在正在啃节的时候，你这再说了，复习都忙不过来呢。哎，别给他添乱了啊！那房子是人初瑶和洛叔的，他们俩拿主意就行了啊。我发现你今天怎么老跟我唱反调啊？啊？妈，他们要是需要的话，我就会去帮忙，放心吧啊。还是我儿子懂事儿。好，都比我强。我依赖的你可能都不知道。
爱着的你，应该都知道，你从未缺席过那些美好。原来你才是我一直珍惜的美妙。我答应了你，就会一直都好。为什么要搬出去住呢？咱们家那么多房子，随便收拾出来一间，你要初瑶搬进来不就完了吗？妈，我都是快成家的人了，哪有还跟父母一块住的呢？成家又不是分家，你说你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回来了，咱家好不容易有点人气啊，你急吼吼的又搬出去了，这房子又变成空荡荡的了，不行，我要想你了怎么办呢？说的跟生死离别似的。妈，你放心，初瑶呢选了一套离他们家和咱们家都近的房子，说是以后啊方便照顾双方父母，所以你以后可以天天见到我，就怕你见多了嫌烦。我才不烦你呢，我就想天天看到你。哎呀，初瑶他是能这么想的话，那证明他还挺懂事的。那您要这么说，是同意了？不行，我不同意。爸，不能在国内买房，这不都替你安排好了吗？你们俩出国旅行结婚，然后在海外投资移民，对吧？到时候你要买什么样的房，爸都给你买。那初瑶爸妈怎么办呀？这些都不用你来考虑，你只要考虑你们小两口在国外怎么样生活啊，创业不就行了？不行，初瑶是不会同意的。初瑶爸妈对他来说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这个傻儿子，初瑶，你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呢？我问你，他妈那病治得好吗？治不好，对吧？那跟在你们一起不就是个累赘吗？那天你妈不都跟你说得很清楚，我们韩家掏钱替他请保姆照顾他，条件是你们俩出国定居啊，你忘了？初瑶不去，我也不去，何况我的朋友都在这里，那边我人生地不熟的，我到时候连玩的人都没有。老韩，儿子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你想，他们两个年轻人啊，出国去又得重新开始打拼，多不容易呀！你说你怎么也是个墙头草两边倒啊？啊！还有你是不是个男子汉？咱说好的条件，你说话得算数啊！要去你去，我不去，我就想跟初瑶在这有一套房子，有一个家。房子的首付和定金我已经付了，现在还也来不及了。你行，韩子墨啊！我告诉你，买房子的钱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你也不能给。反了，什么疯了？子墨，你为什么就不能跟爸爸好好说话？我才不要跟他好好说话呢！他不是不给我钱吗？大不了我自己贷款，自己买，自己还。说什么气话呢？爸爸都是为你好。妈，你怎么也站到我爸那边了？老韩他说的事儿，决定了的事儿，10头牛都拉不回来。唉，这样吧，这回你就听妈妈的，你去跟初瑶好好谈谈，没准儿初瑶同意呢。啊？听到了吗？喂，我是韩耀明，那边怎么样了？我们什么时候能走？我告诉你，钱我解决，时间你来负责，越快越好，懂吗？好吧，那我们再想想其他的方法。不过您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不行，我求你了。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有一笔钱要转出去，你来帮我。酬劳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行吗？老韩，老韩，我再打给你。我告诉你，没商量，一点商量都没有。
这事儿啊，咱不能硬来。怎么叫硬来？之前他说的我们不带他出去玩，现在带了，想去哪儿去哪儿。你看他又……人家现在不是有女朋友了吗？有女朋友就忘了娘是吧？我们俩真养了一个白眼狼啊！有你这么说儿子？那怎么说？人家现在跟初瑶都买了房子了，正在兴头上，你让他走，他能听你的吗？他敢？他有什么不敢的？依我看吧，初瑶这个孩子倒挺懂事儿的。要不我们把初瑶约到家里来，我们跟他说，然后让初瑶跟子墨说，或许啊，这样他会同意。再说吧，我还有个电话要打。哎，这事儿啊，你得听我的。先这样。哎呀，你听到了没有？哎。资料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韩总好，张总监好。来这么早啊？今天的会议我还需要提前准备一些资料。你看看，要是公司的员工都像你这样聪明、能干又踏实，那我得省多大的心啊！啊！我就是做好分内的事而已，谢谢韩总夸奖。上次在万和地产上你做的决策，现在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了，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初瑶，你不用谦虚。行，一会儿会议的话，如果你没什么事，也来听听啊。好，一会儿见。行。我先去准备资料了。这什么情况？我怎么知道？我还想问呢。这黎初瑶干什么了呀？韩总的态度怎么突然180度大转弯了？算了算了，谁知道呢？开会去吧。飞翼科技下半年度总计销售8000万，各类产品销量始终保持稳中有升，从而确保了飞翼科技在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在科技行业中的商业地位。也为明年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与此同时，这一年公司也在扩大规模，当然了，这无形中也为公司财务管理上增加了一些压力。我相信我们飞翼科技将会再接再厉，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吴总说的好啊，那我也来说两句。在我看来，虽然飞翼科技今年的成绩非常喜人，但是我个人认为在经营管理上不能松懈。因为我们龙翔董事会对你们飞翼科技还是非常看好的啊，吴总，谢谢韩总。这个俗话说得好，难事始于易，大事始于细。我们龙翔资本能够今年取得这样的业绩，其实跟我们每一个员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各个部门能够再加一把劲儿，争取在下一个季度再创辉煌。好。韩总，韩总，韩总，这是飞翼科技收购意向表，这些都是对飞翼科技股份收购感兴趣的投资人。吴总特地交代，让您看一下。好，我知道了，去吧。怎么样？不错吧？不是，
这就是你找的新办公室啊？是啊，怎么了？这也太简陋了点儿吧？这叫工业风，你懂不懂啊？我觉得啊，收拾一下应该还不错。谁收拾啊？是你呀，还是你呀？咱们大家一起呗，反正资金有限，咱们钱得花在刀刃上，是不是？这以后就是咱们新的办公室了，咱们就在这儿办公。好，加油！土不土啊？土是吧？哎，不土。来，1、2、3，加油！真土还加油？你看高兴，命苦。韩总，您找我啊？坐。哦，出国的事情子墨都跟你说了吧？嗯。子墨妈妈还说呢，说让你这2天到家里吃个饭，把这事儿大家好好商量商量。你看我这几天一忙，他跟我说了，不过在我们商量之后，还是决定留在杭州。留在这儿，留在这儿能有什么发展？我觉得啊，这年轻人啊，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出去闯闯，不怕失败。你看家里的产业都是留给你们俩的，怎么样？这个后盾够坚实吧？啊？我认为只要用心工作的话，在哪里都可以有发展的。而且杭州这几年发展的前景也不比国外差。再说了，我的家人还有他的家人，你们都在杭州，所以我们留在这里也方便照顾你们。孝心可嘉啊！不过要是因为你父母的话，那就不用操心了，我会派专人去照顾的。您的心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不想把我们的负担转嫁到您的身上。那子墨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共同商量决定的。也好，既然这么决定了，就这么做吧。那以后公司的事情你就多费心。好。韩总，您怎么了？没事，可能是岔气儿。那没事，你去忙吧，没事。那您休息会儿。丹丹，起床了！哎，我还没睡醒，别烦我。再睡天就要黑了，走吧，哥陪你出去溜溜。不去。行，不去就不去。哎，你不是喜欢人家黎家人吗？人家家里有喜事儿，你不去凑凑热闹？什么喜事儿啊？你没有看朋友圈吗？求婚成功了啊！哎呦，哎，下，你不是没睡醒吗？哎，醒了，现在特别清醒。哥，你自己出去吧，我还有点事儿。哎，你这翻脸可真够快的。初瑶，哎，干嘛呀？快，先上车。着急忙慌的，到底怎么啦？有好戏看啊！秦宇，你是不是疯了你在这种事上耍威风？你说，你到底辞没辞？辞了。你有病吧？你到底有没有责任心啊？你
是打算让我一个人养家吗？我在家也能做很多事儿的，我可以炒股，我也可以做家务。钱云，你脑子是不是有泡啊？你养家，我……哎，你们怎么来了？听说今天有世纪大战呢。哪儿什么世界大战？我跟钱云在这儿闹着玩呢，对吧？对，玩笑。哎，不是，你俩从哪儿听到的消息啊？我是说，我这么早跟你结婚，就是老天开了个大玩笑。钱云，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是不是不想过了？你不想过，你今天可以给我走。有话好好说。怎么的？要走是吧？好啊，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家门，我就跟你……哎，秦云，秦云，没事儿，爱走不走。怎么回事啊你？第一次见你冲林雨发这么大火，平常你不都让着他吗？任他作，任他闹啊。是，以前啊，偶尔闹一闹，发发小脾气，这没什么，我能让着他。可这结了婚之后，他那脾气是越来越大，我是怎么做他都不满意。哎呀，你都24孝的老公的人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他嫌我挣得少，我主动要求加班，是指望多挣点，可他嫌我不顾家。我以为我辞了职，在家多陪陪他，他就能高兴了。可结果呢？这个好说，你回去跟你邻居讲，明天我再给你找一个。别，你可别跟他说，说了他更生气。你是不知道，自从你跟初瑶求婚之后，他是越发来劲儿了。哎，10句话有8句话离不开那大钻戒，我就不明白了。这结婚过日子，钻戒它就有那么重要吗？这个就是林雨的不对了。我们家初瑶就不会这么物质，他还说不让我乱花钱，不让我买那么大的，不实用。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家初瑶哪儿都好。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俩也没经常吵，这不偶尔就这么一次吗？他也就是生气才出去的，过一会儿消了气自己就回来了。初瑶，我劝你啊，在你还没结婚之前，你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像我一样，等到这日子一天都过不下去，才知道后悔。你们俩在学校的时候不是挺好的吗？那时候你可是咱们学校的模范情侣，天天跟我们秀恩爱，你忘了？这结婚跟谈恋爱它能一样吗？这一结了婚，每个月房贷、车贷、吃喝、出门，哪个不花钱？家里一堆家务谁做？秦云老说我不体谅他，他有体谅过我吗？好啦，我知道你不容易，但秦云不是也在努力吗？我跟你说真的啊，你别不当真。趁你还没结婚之前，你一定得擦亮眼睛看清楚。就说那韩子墨吧，他家里是有钱，但他比秦云还不成熟。你俩到时候结婚了，有你累的。不是说你呢吗？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哎，你不会真的要跟秦云离婚吧？他自己要跟我离的，他想让我去求他呀，休想！你这个人啊，就是嘴硬，心还软。这样，一会儿等他回来了，让他跟你道个歉，你也给他个台阶下，别再吵了。
我先走了，一路上小心。哎，这有人看着呢。每次都这样，就亲一下。我走了。拜拜。怎么样？你们两个结婚日期定了吗？那你拒绝了单一安的工作，以后准备怎么办啊？我的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先办好你的婚礼吧。你就那么希望我赶紧嫁出去啊？我不希望你就不嫁了。我就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家里面你放心吧，还有我呢。洛叔，我不知道这次应不应该叫你回来。可能行了，是我自己想回来。想什么呢？回家吧。初晨，这一次我真的死心了。只要初瑶姐开心，你、我和爸妈就都安心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守护初瑶，不让她受一点委屈。至于其他的，你懂我就行了。喂，方总，我正想联系您呢。哎呀，龙田资本的单一安呐，想约我见个面，听着好像要谈合作。哎，你知道我的老毛病，这工地上新订了一批最新型号的空气过滤系统。我知道，您买的是最好的，但应该也是最贵的吧？是啊，这建筑的标准设置高了，我这个资金就难以支撑了呀。现在我缺的就是资金。那单一安要跟我合作，那未尝不可呀。单一安这边倒是联系过我，说想跟您谈一谈。但是如果你跟单一安合作的话，那龙翔这边……这个我想过，你放心吧，我自有办法。龙翔那边呢，不会有任何的影响。这样的话会有点冒险吧？我相信你。单一安不是你让洛叔介绍给我的吗？到时候啊，你跟我一起去，啊，帮我参谋参谋。行，那就这么定了。就这样。好。单总，查到了。单总，万和地产当初收购那块地的时候，的确是黎初瑶利用龙翔代表的身份，而李若书向您推荐方圆，也是因为黎初瑶的关系，所以李若书和方圆并没有太深的交往。看来收购万和地产，黎初瑶才是关键呀。好，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好的，单总。我之前呢想过，如果单总要收购万和，
我可以把我的股钱转让给你。我现在在万和占股70%，我可以出让35%。那方总心里的转手价格是8000万。8000万买35%的股份，这可不是一个划算的买卖啊。单总，我相信您心里应该清楚万和地产的价值，要不然你也不会过来找方总吧？好，我明白了，我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会尽快给二位一个答复。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是吧？哎呀，我还要赶回工地呢。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感谢，我就等单总的消息了。好，不好意思，我先走了啊，抱歉啊。还真是个急性子。哎，我一会儿约了洛叔，要不你也一起？我请你们姐弟俩吃个便饭。不用了，我男朋友过来接我了，我先走了。不好意思啊，最后还是没有去你们公司。没关系，你不想来，我还能绑着你来吗？我今天找你来不是为了这个。那是为什么？丹丹再找不到你，他就要去报案了。我不能给他无谓的希望，我不需要拒绝，我只是为他好。洛叔，换作是你，你愿意心里的那个人也这样对你吗？阿姨，你看啊，这个是客厅，这个构造吧，其实很自由性，你想怎么摆就行。我给你看下样板间，你看他们这个样板间，这个沙发就在这儿，然后呢，到时候吧，这可以放电视。你要不喜欢的话，把沙发放这边也可以。看你们喜欢。对，这房子呢，最重要的就是采光特别好。对，哎，对，你看这是承重墙，然后呢，除了这个地方吧，其他都可以把它打碎，然后重新来构造。到时候你也给点意见。这个是洗手间，到时候可以安排保姆住这儿。对。来，书晨啊，哎，你看，我觉得挺好的。哦，方方正正那房子，挺好。又大又亮。关键是白。这墙因为白呢，到时候你可以换各种颜色。购房合同来审核。前期的手续呢，我们已经办好了，后期的流程公司会跟进的。到时候需要你们2位提供什么证明材料，到时候再联系你们。好了，好的，谢谢。谢谢啊，麻烦了啊。老婆大人，这个呢就交给你了，以后啊，咱们家就你来做主了。哎，老婆，我想啊，到时候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全部都摆成沙发，坐的人多，没事呢，咱们可以搞个小聚会什么的。那爸妈的房间呢？那边1人1间，装修成一模一样的。还有最重要的是，专门给你腾出1间书房，让你工作来用。喂，您好，请问您是韩耀明的家属吗？对啊，我是。您是？我这边是市立医院的，您父亲晕倒住院了。什么？儿子，你总算是来了。阿姨，爸，爸，你跟我说句话呗。爸到底怎么了？所有检查都做了，什么毛病都没查出来，只是取了一块活检，结果还没出来。儿子，你爸不会得什么重病吧？你爸要是倒下了，我们可怎么办呢？别！老头身体那么硬朗，每天那么精神，怎么可能会有事儿呢？阿姨，子墨说的对，这还没确诊呢，说不定什么事儿都没有呢。您别太担心了。但愿吧。爸，你醒醒呗，爸。小孩，
老韩。都怪我，当初你跟我说我爸不舒服的时候，我没有放在心上。当初我要听你的该多好啊！我带他去体个检，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事情发生了。你别自责，这不怪你。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我爸像超人一样，只要有他在，无论我在外面闯什么样的祸，他都能帮我搞定。可超人怎么会生病呢？我刚才看他那个样子，我突然觉得他老了，我突然觉得身体那么虚弱，我多么希望他能够骂我几句，骂我什么都行，只要他能够好。我真的不希望他就这么倒下去了。不会的，你别担心，以后你可以做他的超人啊。还有，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儿子，你爸醒了，赶紧进来吧。爸，感觉怎么样啊？好多了。初瑶，你来了。哎，韩总，过来。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公司的事儿我是顾不上了，但是公司不能停，你就多费心。要碰上紧急的事情，你可以代我签字，同样生效。好，您放心吧。那我也帮你吧。不用，公司的事情我处理就好了。你在这陪叔叔吧。儿子，听初瑶的。儿子，你这2天在这儿陪陪爸爸好吗？好。好。哎呀，都这点了，这孩子怎么还不我回来啦。哎，你今天回来的晚呢？你饿不饿？我让你爸把那个饭菜给你热一下呀。我吃过了，吃过了。啊。爸妈，我给你们买了体检套餐，这2天你们抽空去检查一下。体检套餐？哎，我跟你爸的身体好着呢，你买那干什么呀？现在有的病啊，当时都查不出来，等到时候查出来就晚了，又花钱又遭罪的，多不值得呀！我这段时间值班呢，过段时间吧。你跟同事调一调啊，你们赶紧去检查。不是闺女啊，怎么了这是啊？你是洛叔他爸生病了，也查不出什么病，但好像挺严重的。哎呦，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啊！前段时间不是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吗？怎么那么突然啊？不是你这一说呀，我现在想起来了，那天吃饭的时候他就没吃几口，估计那时候身体可能就觉着不舒服了。当时也没听你说呀。当时我想是不是菜不合他口味呀？再说你这事儿也不能乱说呀。这也是。初瑶啊，你看啊，这虽然说你跟洛叔还没结婚，但你毕竟算半个李家人了。你看，他们家出那么大事儿，我跟你爸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呢？你说？你们就别去了，人家现在都忙，你们去了更添乱。张医生，我爸到底什么病啊？病情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化验才能确诊。不是，你这什么检查都做了，到现在都没个结果，你们到底会不会看病啊？子墨，你先别着急，听医生说。
总得有个方向吧？我们在你爸的肝部发现一个肿瘤，不过肿块和肝部之间界限比较清晰，暂时没有发现淋巴结肿大，推测应该是良性的。但是在没确诊之前，不排除任何可能性。那您的意思是，也可能是恶性的？我打算下午再给你爸做一个检查。那下午做完检查，是不是就有结果了？子墨，我要立刻转院。老韩，你现在的身体不适合长途飞行。对，妈说的有道理。爸，要不然等结果出来以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啊。不等了，我自己的病，我自己有权利决定怎么治，就这么定了。老张，这2天辛苦你了。爸，我有点累了，回去歇吧。听你爸的。走了，老张。你就听叔叔的吧。但我爸现在的身体状况，我担心。既然他都这么坚持了，肯定是有自己的考虑，你应该相信他。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啊？那个叔叔怎么样了？病因还没查出来呢。注册公司的资料递上去了。你们都注册公司了？丹丹，你怎么来了？我来注资的呀。我想好了，我要当你们公司最大的股东，你的老板。你想当我们公司的老板娘吗？哦，这个是我的全部身家。不好意思啊，丹丹，这钱我不能要。哪有送出来的钱不要的呀？你现在还在创业阶段，你那点钱够干嘛的呀？陆叔，我觉得丹丹说的有道理，咱现在确实是需要资金，而且这金主你也赶不走啊，从了吧。我同意。资料交完了吗？同意什么呀？给我，现在人太多了，改天吧。那就好，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去，这是我的钱。那同意丹丹加入的举手。你看，3票对1票，欢迎你加入。欢迎。哎，那你们俩结婚的事怎么办？你就把初瑶一个人扔国内啊？婚礼的事情不着急，还是叔叔看病重要。你跟我一起走吧。不行，我答应过叔叔了，要留在这帮他照顾公司，等回来了，我们再筹备婚礼的事情。不行，还按原来时间来办，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啊？够爷们儿。没事儿，初瑶不用担心，您这不有我和秦明俩吗？我们有经验，保证婚礼如期举行。我不是因为这个，我主要还是觉得叔叔看病是第一位。那行吧。是啊，等我爸病好了，我马上回来，我们马上结婚。辛苦你了，楚瑶。你俩帮我照顾好楚瑶啊。那当然，还用你说？爸，我回来了。来了。没吃饭呢吧？那个厨房给你留着饭呢，还有水果，你吃一口吧。我不吃了，我回来换件衣服就走。那边还忙着转院呢，我得过去帮忙。这子博他爸
到底是什么毛病啊？最后确诊了没有啊？还没确诊呢，但好像应该是挺严重的。你这也熬了好长时间了，初瑶，你抽空啊，得在沙发上眯一会儿啊，要不然你也顶不住了啊。爸，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就好了，你跟妈也好好照顾身体啊。佳丽，你放心吧，太晚了，注意安全。我走了。姐，爸，回来了。啊，你到了来个信儿啊。这么晚了，去哪儿啊？上医院了，又得熬一宿。去医院干什么呀？对了，你不知道是吧？韩子墨他爸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我不知道。哎，喂，好，我马上过去。爸，子墨，我有点饿了，去给我买碗粥。哎。初瑶，你也行啊？韩总，您需要什么给您拿？没事儿，我让子墨去给我买碗粥了。怎么样？公司这2天顺利吗？一切都顺利，您放心吧。怎么可能顺利呢？我已经决定了，明天董事会我会提出辞去执行董事，同时给你升职。韩总，这不行。怎么不行啊？我都想好了。你看我这个病啊，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公司还得往前走，也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就停下来，对吧？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我很欣赏你啊。但是你不在这个位置上，你说话别人就不会听，所以工作就不会顺利。给你升职，那帮董事可能也不会一时半会儿就同意。不过初瑶，你按我说的去做，我有办法。好，我一定会尽力的，不让您操心。初瑶，你跟子墨的婚事啊，要抓紧，别跟我的病搅到一块儿去。这是2个事情，我也看出来了，子墨是真心爱你，我跟你阿姨呢，也是越来越喜欢你，所以我希望你跟子墨的婚事啊，抓点紧。谢谢韩总。怎么还叫韩总呢？你跟子墨都快成亲了，能改改口吗？先叫叔叔。叔叔。
韩总，老韩怎么样？老韩身体没事吧？谢谢，谢谢。老韩，我今天把大家请过来啊，就是因为我个人的健康问题。我决定从即日起请辞龙翔董事长一职。这不合适吧？这怎么行呢？哎呀，这个老韩呐，这龙翔不能没有你啊！是啊，韩总，您再考虑考虑。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也是无奈之举。我已经决定了，同时希望公司别着急，选择一个恰当的时间，再把消息公布出去，把影响和损失尽量降到最低。同时，我还决定升任项目部副总监，李初瑶为龙翔副总经理，接替我的一切工作，并行使董事长一职。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吧？这初瑶那么年轻，也没什么经验，这么大公司，他承担不了吧？你们的这些疑惑是应该的，我也都想到了。但是，我升李初瑶的职，是因为他在龙翔这几个月在工作上的表现，以及工作态度，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我还决定将我在龙翔的股份交由李楚瑶代持。诸位没有异议了吧？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在这里替李楚瑶谢谢大家，也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像支持我一样支持李楚瑶的工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我先走了。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我就是舍不得你，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你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我要是走了，你万一跟别人好了怎么办啊？你想什么呢你？不会的，我就在这里安心等你回来。你呢，要安心照顾爸妈，别忘了在国外，他们只有你可以依靠。你要成熟点，知道吗？你刚刚说什么？谁爸妈？你再说一遍呗。你爸妈。对，
你爸妈，再说一遍，你爸妈，再说一遍，你爸。好，那我走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还有，那个千万别忘了咱们俩每天视频的时间啊。每天晚上10点不会忘的。要是你也不许忘了。放心，你怎么可能会忘呢？还有，婚礼呢，千万别省，该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可别忘了，你嫁的是我韩子墨。哎，那边那2位，你俩别磨叽了，辣眼睛，赶紧过来吧。去吧。韩子墨，我警告你啊，看见金发碧眼的姑娘，你走不动道，我就……你说什么呢你？我韩子墨什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吗？我也是见过世面的。哎，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东西我就不给你了，给你。我一定好好帮春瑶筹备婚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定不让咱们春瑶宝宝累着。开玩笑的，酒吧呢就托你和秦宇帮我看着了，赚的钱呢全归你们。得嘞，来，好啦，祝你一路顺风，好好的啊！来，一路顺风。小赵，我上周让你做的分析报告，我怎么还没有收到啊？郭总叫我先做他的项目总结，说那个比较重要。哦，那你什么时候能做好啊？下周吧，因为郭总今天又要了一份规划书。李总，你要是着急的话，你问问其他同事。小王，你做一下吧。我有其他工作了。什么工作啊？我让他帮我做一个 PPT， 周五不是要开会吗？我们要提交新的项目，他们都已经有任务了。周五开什么会啊？不重要，就是分析下一个季度的重点项目。可能是因为你太忙了，郭总就没有让人通知你。哎，初瑶，要不你的分析报告我让他们挤时间，不过肯定不会太早，我自己做就行了。这怎么回事啊？林小姐，买的瓷砖不行，有问题，它站不牢啊！你看，我们昨天一天那个，你全白干了。我买的是最好的瓷砖啊，是不是你们没粘好啊？李小姐，你被骗了吧？一开始我就跟你说，让你在我们这买材，对不对？你不听啊，你非得要自己出去买去。我们是不是什么都没说，都是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刮墙腻子的时候，你把网格布它买成了的确良布，它用不了。我们是不是加班加点的把工程都给你赶上了？怎么的？现在出现问题了，倒成我们的责任了。那要是重新粘的话，你们要多少钱啊？你看你现在的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弄得就像是我为了图你这点工时钱似的。我跟你说吧，你出去打听打听，我给对外头开的是什么价？要不是看在你是朋友推荐的份上，我能给你这么低价？那你说怎么办？那就得重新贴了呗。你要是能买到跟原来一样的，那还好说，把掉的部分重新粘上那就行了。你要是买不到一样的，那这面墙你都得换掉了。我想办法吧。那你可得快点儿，我们可跟你耗不起。